祝93军人节系列活动，钢铁英雄洪伯浪在桃园棒球场登场了。总统蔡英文率3军总司令开球仪式，由陆海空司令分别开球，同时 F-16战机冲场，全场可以说是热血沸腾。 5架 F-16战机冲场相当壮观，庆祝军人节系列活动，钢铁英雄洪伯浪热血登场。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，由陆军、海军和空军司令来开球。除了开球，空军旗队记一队也带来精彩的表演，国军充气娃娃也来热血一下。 现场也邀请了年度受表扬的国军楷模和他们的家人到现场观赛，共享荣耀。总统也和球员们击掌。为了庆祝93军人节，分别在桃园、台中、高雄各办理一场开球活动，邀请国军和眷属来参加。第一场由拉米狗桃园对战中信象，晚间胜负出炉，最后拉米狗桃园以5比1获胜。记者陈诗雅、宋义章、吴全元报道。